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要来讲木戒指、木戒指这种的人红啊，是日本家特别的文化。云林大西乡的海口故事厝，特别跟邀请来台湾做展览。一个色彩丰富的插头红仔，看起来真古锥。这是木戒指插头红仔，也是日本特别的文化。大西乡海口故事屋为着民众欣赏来自国外红仔，即讲邀请设计师林国基合作举办这个展览。除了可以看到里面琳琅满目，除了老师的这一个戒指娃娃的收藏，还有他的作品。设计师林国基讲，希望这个展览会让鼓励大西民众做伙来创作，唔来当推广在地文化，嘛有大家作品，正做大西特色。我也希望借着这些娃娃呢，它可以把它再生，把它创造一些平价，然后非常亲民的这样子的一个伴手礼的一个方向。这摆展览会办到9月7日，欢迎全国民众小少来遮欣赏木戒指的插头红仔，顺续创作属于家己的作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